跟住譚振國議員。好多謝主席。咁啊，新社聯呢一直都推動北都嘅發展呢係要靠產業帶動啦，所以我都非常支持政府係成立呢一個嘅洪水橋產業園有限公司啦，亦都係注資100億，咁啊為啲基礎嘅建設啦，同頭幾年嘅營運呢係提供一啲重要嘅財政基礎，做好鋪墊呢係吸引企業落戶。當然啦，完善嘅政策配套啦，同埋啲優惠措施等咧，都係好重要。咁亦都期待咧，政府可以盡快推出呢啲優惠嘅政策包。咁啊，其實關於個100億嘅注資啦，咁啊，亦都係我都想問一問咧，參考河套香港園區啦，咁由最初嘅撥款平整啦，到成立公司，到近日政府咧係再注資100億啦。咁其實政府前後喺河套嘅投資咧已經係超過400億。咁啊，我明白到河套嘅面積啦同埋規模唔同，咁所以咧亦都係知道今次喺呢個計劃喺100億之上，係咯，會唔會再需要進一步去注資呢？咁啊，剛才局長亦都係講到咗。咁但係我都想問下，因為園區仲有15公頃嘅土地係未完成平整啦，會唔會有大概一個估算係需要會唔會真係有機會係需要額外去再撥款呢？咁啊，另外仲有就係想問一問局方為呢個公司招聘個行政總裁啦，同埋籌組董事局方面嘅工作進度係如何啊？係咪可以係預期喺年中咧係投入運作嘅？唔該，主席。係局長兩個問題。主席，我趁呢個機會答埋頭先莊議員提到優惠政策包。頭先譚議員都有問，究竟係點樣運作嘅呢？其實而家呢，負責招商引資嘅主要呢係投資推廣署同埋重點企業辦公室。當佢哋同企業傾到某一個地步，知道某一個企業係需要某一啲嘅支援，佢先至願意落戶喺北都嘅。譬如佢話我需要你係直接批地俾我，我唔會參與投標㗎啦。咁又或者佢話我特別係需要呢，你嘅地價要某一啲嘅寬免。如果遇到咁嘅情況呢，有關嘅部門做完分析之後呢，係會提交去一個由財政司司長主持嘅跨部門嘅委員會。咁就喺嗰個委員會嗰度呢，去決定某一個企業值唔值得我哋為佢提出呢一啲咁樣嘅優惠嘅。咁另外呢，關於頭先我哋話洪水橋產業園眼前，我哋話有23公頃嘅土地注咗俾佢，有15公頃呢，而家仲係平整緊。其實呢15公頃呢，我哋預計絕大部分呢，到明年嘅年底，即係2027年底呢，都平整好晒㗎啦。咁以我哋而家今日嘅估算呢，其實喺咁樣嘅時間節點呢，我哋暫時係無意為佢再去有任何嘅注資去照顧嗰15公頃，因為佢已經知道呢15公頃明年嘅年底會出現呢。其實當佢今年年中開始運作嘅時候，佢就可以運籌帷幄啦。諗一諗，我點樣用呢15公頃嘅土地係批出去攞個地價收入啊？定係我用呢15公頃嘅土地嚟做一啲嘅借貸呢？咁呢啲園區公司係有呢一個嘅空間嘅。行政總裁嗰個招聘而家進行當中啦，因為我哋希望園區公司係今年年中即係6月度呢，佢就要開始運作啦。所以我哋係希望呢，最遲5月度嘅時間呢，就會直情任命到呢位行政總裁㗎啦。